我哋開始啦。靈魂占星嘅角度點樣去睇十二星座咧？咁究竟喺靈魂占星嘅角度嚟講咧，究竟有乜唔同咧？我哋點樣去睇呢十二星座咧？其實咧，如果大家學過塔羅啦，又或者甚至易經啦，我哋都知道有所謂嘅 archetype 原型呢樣嘢啦。當你明白咗22隻嘅 major arcana，當你明白咗易經嘅64卦，甚至係佢嗰六爻。其實佢已經基本上將成個世界嘅架構啊，成個構造咧，佢已經 go through 咗一次，已經係成個 structure 講咗俾你聽。其實十二星座係一樣嘅。當我哋咧去深度了解呢十二星座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咧唔係淨係話講星座咁簡單，而係咦究竟呢個世界點樣運作，甚至呢個宇宙點樣運作嘅，甚至我哋今日講嘅係靈魂角度啦，從靈魂降生地球成為人。同呢十二星座有啲咩關係咧？咁今日嗰個主題咧，就將會係 focus 喺呢一樣嘢上邊。另外咧，好重要咧，就係如果大家上過靈魂占星的話咧，都知道咧，喺我哋星盤上面，當然冥王好重要啦，佢代表咗我哋靈魂嘅慾望啦。點解你要降生喺地球？嗰個原因係因為靈魂有呢個慾望，佢需要去做一啲嘢。需要去 transform，需要去演化，因此降生地球，去完成佢嗰個演化嘅進程嘅。咁我哋可以睇下咧，究竟喺十二星座嚟講咧，佢哋需要演化嘅係乜嘢啊？甚至可能佢哋嘅有少少嘅陰暗面係乜嘢啊？或者係喺佢未成熟之前啊，其實我哋會發現咧，十二星座佢都有佢自己本身自己一個成長嘅過程嘅，啱啱出世或者可能喺青少年期間，你點樣演繹嗰個星座嘅原型，去到你 mature 啦，你可能表現個方式又會唔同。咁我哋今日會講多啲呢樣嘢啦。我哋嘅意識咧，由第一宮我生存，第二宮我擁有的東西，第三宮我的想法，第四宮我的家，第五宮我的自我，呢個self-actualization 啦，係咪？去到第六宮咧，你會發現咧，處女座天生會帶住一種咧自我嘅懷疑同埋自我嘅挑剔，或者係自我嘅不認同、自我嘅批判。點解會咁樣咧？係因為我哋去到獅子座陽性能量，已經咧將嗰個 ego 啊，將嗰個自我啊推到極致啦，膨脹到極點。去到處女座嘅時候咧，我哋需要咧，好似一個氣球太過膨脹嘅時候咧，陰性能量吉爆佢，將個 energy 咧去翻中心點。ground 翻土象嘅 ground 翻，你會唔會誇少少啊？你會唔會自信心多咗少少啊？你會唔會過度地去膨脹啊？係咪？處女座係一個咁樣嘅作用，佢係一個轉捩點。因此，第一樣我哋要知道喺靈魂占星嚟講咧，處女座呢一個 archetype，或者你星盤上面第六宮，或者處女星群。或者處女座所掌管個宮位咧，佢天生會帶住一種自卑感 （inferior），覺得比不上人嘅，覺得自己唔夠好嘅。OK，佢會去到一種咧，頭先我所講嘅自我懷疑啊，或者一種不足嘅感覺啦。但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人如果喺我哋嘅靈魂進程裏邊去到第五宮獅子座嗰種，哇！自我嘅膨脹、自我嘅自信嘅建立，如果佢冇第四宮嘅，或者 sorry 第六宮嘅洗禮，第六宮處女座吉穿佢嗰個膨脹嘅氣球的話，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咧？你點樣同佢合作咧？你諗下喎，第六宮之後就係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宮呢啲，全部都要同其他人合作嘅喎。因此咧，我哋處女座嘅原型咧，就係要我哋去學習謙卑 （humble）。需要 humble 就要需要打擊自信，因此你會發現星盤上邊處女座嘅位置、第六宮嘅位置、處女座守護嗰個宮位，全部都會帶住一種咧自我打擊嘅傾向，我哋叫做
自卑情意結，OK？咁因此咧帶嚟就係咩？就係話好多坊間所講話，處女座係一個好吹毛求疵啊，好覺得所有完美啊呢啲東西啊，咁佢會帶住呢種咁嘅情況，因為佢要同自己講，我可以做得更加好，我唔好咁囂張，我唔好咁自滿，我一定仲有嘢未做得更加好，OK？上次咧，我喺占星靈魂占星裏邊講過啦，處女同埋我哋嘅雙魚座有個對分相，雙魚座代表神聖嘅完美啊，雙魚座代表 wholeness，包羅萬有，所有嘢都喺晒嗰度噶啦。當處女座遙望住個對宮，見到原來世界上有一種咁完美嘅存在嘅時候咧，更加比較咧，因為對分係比較。比較之後發現自己，哇！我真係好遠喎，我距離嗰個雙魚座十二宮或者海王星嗰個神聖嗰種完美咧，我仲差好遠。咁點算咧？就會覺得咧，自己心裏邊就覺得，我要去 improve 啦，去 self improvement 啦，亦都成日會覺得自己好似有一種原罪啊。就好似我唔知點解硬係就係唔夠好咯，我硬係就好似做唔到咯啲嘢，或者覺得自己可以再好啲咯咁樣樣。咁當然啦，呢樣嘢我哋可以叫做自我嘅打擊啦。但係 at the same time，我哋知道亦都會有一種投射。你試諗下，當一個人覺得自己邊度唔好，邊度唔好，呢度唔好，嗰度唔好，我唔夠好，佢望出去世界，佢都會覺得周邊嘅嘢唔好噶。樣樣都唔順眼，樣樣都唔得，樣樣都唔 work，樣樣都係同佢心目中嗰個完美嗰個理想咧爭太遠啦，所以會形成咗咧處女座嘅批判同埋挑剔嘅呢個傾向。或者係我哋處女座原型呢個裏邊有一種咁深層覺得自己係有罪嘅，我覺得自己係唔夠好嘅，永遠都要去 improve 嘅呢樣嘢，點樣可以幫到佢咧？當然都係佢嘅對宮，係咪？雙魚座嘅能量，雙魚座嘅能量係放鬆。處女座就係好緊張，甚至有焦慮嘅情況出現啦，係咪？放鬆啦，嘗試去 let go 啦，surrender 啦，同時咧去俾少少時間自己就明白到，你永遠都唔會係完美嘅，你冇可能生命裏邊有啲完美嘅 absolutely 完美嘅東西，100% 完美嘅東西發生，因此俾自己去接受，去 acknowledge，去接納生命裏邊嘅不完美，就是現實。咁你咪放鬆咯。OK，我放鬆啦，因為唔需要逼自己或者咁心急，或者其實處女座都唔係心急嘅，即係好焦慮咯，即係好焦慮地好想去 improve 自己嘅人生。但係當你發現其實你接納缺點，因為人就係充滿缺點嘅時候，佢就會點啊？處女座開始懂得咧愛自己，even though 我唔係完美嘅，生命唔係完美嘅。我都可以去愛自己，我都可以愛人喎，即係話如果其他人佢唔係完美，我都可以嘗試去愛佢喎，係咪？一個人如果你識得愛自己，先可以愛其他人噶嘛，係咪先？OK，咁剛才咧我哋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 archetype 啦，處女座啦，係一個 transitional point 啦，我哋講咗由我哋嘅下半球去到第六宮，準備進入第七宮。去同人哋相處啦，同人哋合作啦，再去到投身社會啦，同社會一齊去推動嗰個靈魂意識啦，咁樣樣。咁因此咧喺第六宮嗰個處女座嗰個準備裏邊咧，需要具備一種謙卑，去聆聽第七宮其他人嘅意見，係咪？因此咧，我哋會喺第六宮裏邊咧做晒呢啲準備，讓我哋咧可以進入去咧上半球或者咧我哋嘅南半球。慢慢咧，我哋會喺第七宮咧開始揚升，開始 expand。點樣 expand 啊？透過人同人之間嘅關係，透過係一啲對話啊，當然風象咧，係咪交流裏邊咧去 expand 自己嘅 awareness？原來唔係淨係下半球得我嘅啫，原來呢個世界仲有上半球其他人嘅喎，原來有其他人。我哋嘅第七宮咧，話俾我哋聽咧，要學習喺他人身上去看見自己。
透過互動啦，透過溝通啦，去了解更加多，去學習更加多，而再唔係咧，可能好似譬如可能好似獅子座咁啦，It's either my way or no way，係咪？一係照我做，一係算啦，我唔會同你一齊做，我唔會同你合作嘅咁樣樣，唔會再係咧，好似咧獅子座咧呢一種咁嘅自我中心嘅傾向啦。咁啊，會去到咧我哋嘅講求咧天秤座嘅合作同埋平衡。咁我哋喺課堂上面咧有講過啦，天秤座嘅人，上升天秤、太陽天秤，甚至月亮天秤，或者你嘅第七宮好強嘅人，人生裏邊咧要面對好多嘅極端性 polarities、opposition，又或者一啲需要你將和諧同埋平衡帶入去嗰啲範疇嘅一啲功課。點解你係天秤座啊？因為你要將嗰啲和諧平衡嘅energy 帶入去嗰啲混亂嘅範疇，嗰啲需要平衡嘅範疇，嗰啲需要中庸之道嘅範疇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會發現咧，天秤座好重嘅人咧，可能好多時候咧都要處理好多人際關係啊，好多一啲人際關係之間嘅唔平衡啊，唔和諧啊咁樣啦。咁啊，另外一點咧就係講緊咧，天秤座去你呢個原型去理解世界嘅方法咧係相對論。呢個相對論啦，relativity 冇嘢係絕對嘅，所以係講相對嘅啫。你好好咩？相對佢你都唔係咁好啫。你好差咩？相對佢你都唔係咁差啫。即係喺當中咧揾到一個平衡之道，因為發現咧所有東西都唔係絕對嘅，佢都係一種咧互相嘅一種比較之下去得出嘅一個客觀嘅一個情況啦，一個狀況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而亦都因為呢一種相對論啦，變咗喺天秤座嗰個角度嚟講咧，變咗好似冇一種 absolute 絕對嘅睇法，或者絕對嘅我哋叫做 standpoint 啊，你企喺邊度㗎？咩都 relative 嘅，咩都可以係相對嘅啫，相對嘅啫，即係都比較嚟嘅啫，比較嚟嘅啫咁。咁然後咧，天秤座亦都有個弊病，就變咗咧過度地去 focus on 比較之上，可能自己又好容易去同人哋比較啊，可能又會太過重視其他人嘅 opinion 啊，諸如此類啊。咁呢其中之一啦，金星同埋海王星。金星係海王星嘅 lower octave。如果海王星係我哋嘅大愛啊，或者係一啲更加高階嘅愛，即係第十二宮啦、第七宮同埋第十二宮，佢形成咗一個150度嘅我哋叫 in conjunction 或者 quincunx 啦，都係一種咧有少少咧唔係咁舒服嘅狀態嚟嘅。係啦，點解會咁講咧？因為咧，其實我哋講緊嘅係咧。天秤同雙魚呢兩個 archetype 咧，雙魚嘅愛係一種 unconditional 嘅愛，但係天秤座站喺第七宮嘅立場，所有東西都要公平，變相係一種交換，變相係一種合作。我俾啲嘢你，你俾啲嘢我，先至構成到個關係。咁所以變咗咧，喺天秤座嘅其中一個問題裏面就係咧，佢嘅愛咧係風象，佢嘅愛係理性嘅，佢嘅愛係有條件 conditional，就係你俾幾多，我俾幾多。即係話其實我想講嘅係天秤座嘅原型，佢唔係計較，佢係在乎究竟大家有冇互動啊？定係你話好似雙魚座咁啊？我俾晒得噶啦，你唔使俾嘅咁，係咪咁咧？第七宮裏邊咧就講求唔得，一定要係公平嘅。變咗呢一種愛咧，就係有少少嘅條件性啦，又或者甚至有時候咧喺天秤座原型發展到佢最差嘅時候咧，因為佢心裏邊咧帶住一種覺得不公嘅狀態咧，就變咗好多時候都講好多條件，或者過唔到自己個心咧，就係話我冇辦法寬容地。雙魚座係咪150度嘅不舒服啊？我冇辦法啊，我冇辦法 integrate 到雙魚座嗰種可能係
真係無條件啊，又或者係即使不公平都犧牲啊呢啲咧，天秤座我覺得我真係接受唔到，即係因為150度嘅 in conjunction，我真係冇辦法 integrate 到呢一種嘅品質去到我嗰個第七宮或者我嗰個天秤座嗰個原型裏邊。因此咧，我哋就要留意翻咧，雖然咧天秤座係一個好公平或者需要合作嘅一個咁樣嘅星座，但係佢咧都有一種過度講條件或者咁啦，如此一來咧，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咧喺嗰個開創星座去 make a change。記得我開始講過啦，AC make a change，make a new start。IC 我去更新我嘅內在 insecurity 嗰個系統，讓我有一個真正感覺到 inner self 或者 inner home 嗰種月亮嘅歸屬感。但我要去更新，我要 make a change。去到 DC 我都要 make a change。點樣可以喺人際關係裏邊開創、開展一啲健康嘅、平等嘅又不失自我嘅一啲關係？就會咧係我哋天秤座佢嘅一啲課題啦。咁